Dr. Lam，點解有人病完好快就好，但係有人咧成日都話手尾長，病唔斷尾，好快又病過呢？思晨，你問得真係好好啊！等我用科學嘅方法話你知啊。其實關鍵在於免疫底子。科研指出，要強化免疫力，就要增進防疫細胞增生，建立全方位嘅防線。強化免疫力咧，真係講就容易。香港人咧成日都咁忙，人又攰啦，體能又唔夠，其實係咪都會直接拉低咗個免疫力嘅呢？係啊，絕對係㗎。要知道，當身體嘅新陳代謝慢，身體就修復得慢，免疫力自然都會降低啦。我哋需要一種方式係要快速重啟代謝引擎。我知，我成日咧都聽人講話食蟲草嘅補充品咧，其實係有效增強免疫力，係咪真係咁神奇呢？從醫學角度嚟講咧，食蟲草的確係有助補肺益腎、提升免疫力嘅。不過單一嘅成分效果有限，我就建議用複方嘅配方，例如係熟地黃啦、玉竹、黃芪同埋甘草呢類滋陰嘅藥材，就可以調和藥性，利用協同效應幫助全面調理啦。我平日咧其實都有食啲膠囊補充品嘅，夠晒方便啊嘛。不過食完都真係唔知有冇吸收到喎。係啱啊，你講得啱啊，思晨。其實點食都好關鍵㗎，重點係要透過小分子蛋白精華幫助人體高效咁樣吸收，就可以喺15分鐘之內提升代謝，增強免疫力啦。咁犀利？咁點樣先可以有小分子嘅蛋白精華呢？科學啲嚟講咧，液體嘅吸收率咧通常都係會快過膠囊嘅。香港人就最中意飲湯啦，不妨喺煲雞湯嗰陣咧就加埋啲蟲草落去，吸收快，仲有蛋白質添。不過如果冇時間煲湯嘅話咧，我都推薦大家飲用雞精嘅複方飲品，例如係白蘭氏蟲草雞精 CS4。佢結合咗中醫嘅複方，有黃芪、甘草、熟地黃同玉竹，幫助調節免疫力。每一樽嘅腺苷含量等同於47支嘅野生蟲草，科研實證有效促進免疫細胞增生，連續飲用10日，活力最高仲可以提升5倍啊！90% 受訪醫護認同配方適合每日提升免疫力。味道都唔錯喎，唔會有藥材嗰啲甘苦味，真係好似飲緊濃縮雞湯咁啊！係啊，平日打好個底，可以每日飲一樽，覺得唔舒服嘅時候咧，仲可以早晚各一樽，免疫力全面提升，自然病都少啲啦。原來呢種科學補給咧，先係真正嘅免疫打底。